乌拉拉，安徽石台，一入皖南，风景就这么美，太爱了。进入白石岭，艾玛这小村庄是长在哥心坎上了。逛完所有村落，哥就嘎嘎稀罕这一个，藏在大山深处，整个村子被小溪环绕，听着潺潺流水，走在儿时的石板小路上，看着这白墙灰瓦，妥妥的世外桃源。哥真是相见恨晚啊！这个村来的人少，还没被商业化，不过很多房子在改建，以后可能也要收门票了。旁边的小桥流水，艾玛太治愈了，怪不得古代诗人能写出这么多绝句，古人诚不起我啊！10里茶村9里烟，3溪汇流万户间。哥真想在这儿不走了，拜了小村庄，哥去仙玉山，天气不错，正好山顶看个日落，门票50元，旁边停车场可以搭帐篷过夜，静静的等个日落。除去睡眠，人的一生只有1万多天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，你究竟是活了1万天，还是仅仅只活了1天，却重复了1万次。